吃雅思，哎，吃雅思，吃雅思，吃雅思。我在想说，我这么听得懂他们的客语，是不是我的客语本身有一些问题？欢迎大家来到汉尼班赏收。那今天一样要进入我们独家暗自 say 喽。暗自 say， 没错。那我们要先来自我介绍，从娜娜口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爱讲泰语的娜娜口，耶！大家好，我係香港來的蛋。大家好，我係認真豆漿，認真豆漿。大家好，我係馬來西亞來的 CCY。大家好，我是关韶文。好，那歡迎大家來到獨家暗自 say。今天要來猜題的人是誰呢？就是坐在正中間的尹真。遊戲規則也係一個合作遊戲，四個提示人要寫下答案的提示，含講由漢語念出來。哦，聲音哦。提示當中係講要從怪事就會造成小錯。團內人有200機會，係講跳一擺團唔錯嘅，聽耳朵做得用 QQ。大家叫下合作團出答案，就做得完成任務了。尹真有沒有想要跟你的隊友喊話一下？我覺得多說無益啦，大家好好加油！多說無益，多沒信心呐！加油！好，沒問題。那我要先請你戴上我們的眼罩跟耳機。好的。好，來，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台北。哎呀，这還不容易重嗎？的，對啊，這個跟我一樣的。等一下，這個有點，我們要思考一下哦。不能一样給我等下全部擦掉。這個算簡單，但是不能写地標，我這個寫出來，很多地方都不能哎，倒數10秒嘍，10秒哦。好，3、2、1。啊，哦，在這裡。哦，很直白嗎？這個很印象派，人家可能會猜內湖區啊。你這很印象好派。，大家完美錯過，對不對？沒有一樣完美錯過的字 OK。好吧，不錯不錯。好厲害哦！對啊，這個你再猜不出來，我一頭撞死，好吧？我們 Q 課語老師。吃蝦絲，吃蝦絲。好，那我們請尹真回來吧。可以了，OK，可以了。我覺得這個你一個會猜到哎，真的嗎？這個 OK。好，那我們從娜娜口。好，來了。好，田兩林，哦，田兩好，那迪達。房價最貴的地方。哎呀，房價最貴的地方。好，CCY。田六年。你們不用猜了啦，你直接打啦，不行，還要打了啦，你們倆通告費領一領啦。一個地方，一個地方，你的恐怖，來，吹兩杯，垂來威，吹兩杯，在這裡。吹兩杯，不可能他都聽得懂吧？好，我覺得我客語好像不錯耶。關吹兩杯，好。吃雅思，哎，吃雅思，吃雅思。雅思，他其實很關鍵，很準，他很準，它那個很關鍵，它的很不是關鍵。我在想說，我這麼聽得懂他們的客語，是不是我的客語本身有一些問題？直轄市。這麼難他也會？為什麼我聽得懂？為什麼？好，那我們準備好了嗎？等一下，我要擺個漂亮的 pose。燈光來，燈光。尹真第一輪的答案是內湖。我就要恭喜啦！奇怪，哎，我們還是進入第二輪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對，來第二回合，你要翻版還是你翻嘛，補字？猜到了條翻什麼啊？要關誰的？這個是哪個不知道？要關誰天龍人。對啊，天龍人。然後你就是房價最貴的地方，吹兩杯啊！在這裡。吃雅思，直轄市。不要只聽我的嘛，不要只聽我的啊！你要聽大家的嘛我。覺得關都很關鍵。好，對不起，我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嗎？尹真來，燈光來，第二輪的答案是燈光。台北。恭喜答對台北。因為我
同没有，现在已经就是然后信义区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到底是指天母还是指信义区？啊，因为你要偏老派，你不用配合我是什么老派好不好？他就是直辖市的，我忽略他了。哎，直辖市。行二班上宿，歡迎來到牙記巴啲巴士入邊 coffee 有 tea 係咪？講你講行二，講到好食嘅牛肉湯，我想到哪位？台南。好食嘅太陽餅，我想到台中。空氣最好、風景最正嘅，我想到台東。咁物價千貴嘅，睇下我想到哪位冇？冇唔錯，最基本嘅答案台北。台北嘅物價哦，嚇都嚇死了。今年用住嘅，不過一下租金哦，咪變高了，還定人驚哦。講到台北，其他地區客家用蠻講咧，台中人講台中，台南講台南。最正嘅風景，台東人講台東，台北。台南、台中、台東，家下有去天北，有人講內湖啦，好大家聽到同步跌到天內方誒，還有人講直轄市呢，跟哪個還講天龍人，唔講有人聽到天龍人，我當歡喜，有位聽到。我面粗粗的哦，甲天龍人一隻詞係哪位來嘅喏？係日本漫畫作品地度嘅天龍人，係講一三年當好壯強、驕傲又看人無。故說吼，愛講天龍人，愛下細語地位，人家聽到我有配嘅意思哦。唔看按明顯嘅提示，大家注意啊，講嘅就係台北。甲啲哪位親戚聽到台北咧，就係台北坐客運嘅時節。台北車站，我坐屏南線、台鐵、高鐵、桃園機場客運，將啲本站盤查。我特別有聽到盤查，一隻盤一隻事誒，就想講奇怪，係講乜嘅喏？反陽都轉車、轉乘，啊你睇下好唔好吼？盤查。唉，鬧到我唔知哦，我嘅朋友7-8人。啲後輩按太上，行來行去，搖搖呀呀，定係等長久嘅。我哋約好，我去台北茶站有好食嘅餐廳，還叫我7-8人，係先呢，本日等長久嘅，定係係。然後外父唔猜咧，聽講台北有一隻當鐵皮嘅鐵石，就係石茶，還叫我下班嘅父唔猜咧，石茶。下課，我们 Q 课语老师、启巴老师、启巴老师，不是啦，不是，老师救我，老师，忘记了，第一次录影啦，没来过啊。